今日咧，我會同大家一齊試玩咧 Google 最新推出嘅 Nano Banana Pro 啦，會教大家有咩唔同方法可以用到 Google AI 嘅，配合唔同嘅 Nano Banana Pro 嘅應用方法啦，同埋強大嘅 AI 影片模型 Veo 3.1，你可以輕易做到以下畫面。頭先嗰條片並唔係咩荷里活大製作，亦都唔係我用 Premiere、After Effects 呢一啲工具慢慢執出嚟嘅影片，而係全程係用我今日要介紹嘅 Nano Banana Pro 呢一個最新嘅 AI 模型，配合 Veo 3.1呢一個工具做出嚟嘅。大家好，歡迎嚟到我想用 AI 賺錢，我係 Annie。今日我要同大家實測一下呢個由 Google 出品，堪稱史上最強嘅 AI 生圖模型。Nano Banana Pro 佢到底有幾誇張呢？對於我哋香港嘅用戶嚟講，除咗整嗰啲 3D figure、旅行計劃圖之外，又有啲咩實際嘅用途呢？我亦都會為大家提供一個免費嘅 Nano Banana Pro 嘅指令資料庫。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就記得要睇到最後咯。喂，你係咪仲煩緊點樣註冊 ChatGPT 呢？今日我就為大家介紹一個叫做 Prompt Login 嘅工具啦。只要大家咧喺入邊咧揀選翻一個獨立賬號，然後入翻我嘅優惠碼Annie 就可以獲得額外5% 嘅回贈㗎。如果你都未註冊 ChatGPT 嘅話，就唔好錯過啦。連結我就放咗喺 Info Box 嗰度啊，期待你哋一齊用最新嘅 AI 大模型啊！繼11月18日 Google 發布咗超強勁嘅 AI 模型 Gemini 3.0之後，2日後佢隨即發布呢個堪稱史上最強 AI 生圖模型 Nano Banana Pro。呢個模型有咩咁強勁啦？上次嘅影片其實我已經詳細介紹咗佢嘅3大功能更新，有興趣大家可以睇翻嘅。今次我反而想集中講下香港本地應用點樣可以用到啦，同埋有啲咩特別嘅應用方式嘅。首先講下香港人最關心嘅問題，我究竟點樣可以用得到呢個模型啊？其實有好多工具都用到㗎，不過我今次想集中先講下 Google 裡面嘅生態圈先。第一個最直接嘅使用方法就係 VPN 嘅功能，搭配一個美加嘅帳號，直接去用翻 Google Gemini。呢一個方法亦都係能夠最完整用到 Nano Banana Pro 嘅功能㗎。我自己個人推薦係用一啲俾錢嘅 VPN 工具，因為好多免費 VPN 背後可能有一啲安全性問題，令到我唔敢去推介俾大家。大家可以自行去發掘一下。不過講到俾錢嘅 VPN，其實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免費用㗎。如果大家有用開 Shopback，可以喺 Shopback 裏面買 NordVPN 或者 VPN 而家係有100%回贈嘅喎。如果你係未加入 Shopback 咧，係可以用翻我嘅優惠碼去註冊翻，仲可以有額外30蚊嘅現金回贈嘅。咁啊，記得喺我 Info Box 嗰度撳翻啦。咁買咗個 VPN 之後啦，下載咗喺電腦度打開 VPN，揀翻一啲香港地區以外嘅地方，例如台灣、加拿大、美國、日本呢一啲可以直接用到 Google AI 嘅地方。之後大家可以登入去 Gemini.google.com 呢個網址就可以直接用到 Gemini嘅呢一個工具啦，而我係建議大家唔好用翻自己本地香港嘅 Gmail account 嘅，可以特別申請一個外地嘅 Gmail account， 好似我自己就申請咗一個美加嘅 Gmail account 啦。咁入邊咧，我就去揾一啲美加唔同城市嘅一啲 service office 啦，去攞呢個地址咧去擺落去我自己嘅 info 度。咁同埋咧，我亦都用咗一啲可以申請美加電話號碼嘅一啲 app 啦。咁 around 200零蚊港紙一年嘅啫，佢就可以俾你收到 SMS 同埋聽到電話。我自己都覺得幾方便嘅，咁如果有興趣，大家都可以搜尋一下呢類工具㗎。咁有咗一個美加嘅電話號碼啦，美加嘅地址啦。咁呢一個美加嘅 Gmail 帳號呢，就終於出現咗啦。咁你要 make sure 你呢個帳號唔好俾 Google 發現佢唔係屬於美加呢。咁你就記得每一次用嘅時候都要開翻 VPN 啦。咁樣你就可以更加直接同埋完整咁去用到美加嘅 Google AI 嘅功能啦。因為美國會係第一個用到最新最快嘅 AI 功能嘅地方嚟㗎。咁呢個 Gmail 或者係呢一個美加嘅電話號碼，亦都方便大家係用其他嘅 AI 工具嘅時候可以用嚟註冊㗎。咁講到要升級俾錢啦，其實 Google 咧
就真係冇乜障礙㗎，因為佢可以用到 PayPal 去做呢件事。大家可以將你自己香港嘅 credit card 咧加入 PayPal 裏面啦，直接就用嗰個 PayPal 戶口去升級你呢個 Google Gemini 嘅帳號㗎。咁而第二個方法係唔需要 VPN 嘅，就係直接大家可以買一個 Google 喺香港俾商業啊或者公司用嘅一啲帳號，我哋叫 Google Workspace 嘅地方，去買一個 package 啦。現時咧 Google 係開放咗 Gemini 俾我哋呢啲 Google Workspace 嘅商業用戶用嘅喎。咁呢一個咧會係最直接嘅方法啦。不過咧其實個 AI 咧係有少少咧閹割嘅，即係有啲限制㗎，就係佢嗰個用唔到 Google 嘅其他 AI 工具，佢淨係用到 Gemini。而呢個香港版本用嘅 Gemini 入邊係 built in 咗 Nano Banana Pro Gemini 3.0嘅模型啦，同埋 Veo 3.1嘅喎，甚至乎咧，如果你用一個 standard 或以上嘅 plan 咧，我係見到可以用埋 Notebook LM 嘅喎。咁其實比起好多其他嘅 AI 工具嚟講 ，Google 已經對香港好好噶啦。咁但係咧，佢就用唔到其他嘅 AI 工具，例如 Opal 啊、Anti-Gravity 啊或者 Flow 啊呢一啲啦。但係對於大部分嘅普通用戶嚟講 ，Gemini 嘅功能已經足夠滿足大家噶啦。咁當然啦，最後就係其他嘅平台都可以用到啦，例如好多人會用 LM Arena 啦，又或者大部分香港人都有聽過嘅 PoE 啦，同埋我之前介紹過嘅 LoveArts 啦。當然啦，如果你俾我揀嘅最原汁原味，一定係用翻第一個方法去申請個美加嘅帳號，直接用翻一個美加嘅 Gemini 嘅功能啦。咁究竟喺香港又可以點樣應用到啦？咁今次 Nano Banana Pro 佢最新嘅更新功能裏面，其中一個我覺得最勁嘅呢，就係佢嘅角色統一性咧係更加強㗎。上一代其實佢都做得到，不過佢嘅統一性咧係冇今代咁強㗎喎。以前做 AI 圖咧最驚就係咧，哇做完第一張嗰個樣，第二張入變咗另外一個人樣。今次 Nano Banana Pro 咧係可以將14個人物啦或者係物件咧統一嘅。無論係 Annie 我係戴太陽眼鏡啊，定係模仿 Photo Booth 變化嘅唔同表情啦，我嘅五官係完全冇變過㗎，甚至乎咧好多人咧我係見到攞嚟做一啲連載嘅漫畫啊、4格漫畫啊，同埋佢今次咧好 emphasize 佢係可以配合 Gemini 3.0去做一啲 storyboard 嘅。除咗人物之外，大家亦都可以上載你自己嘅產品嘅圖片，唔單止佢可以幫你翻譯唔同嘅語言，佢仲可以幫你換背景啦，加入唔同嘅模特兒咧去攞住你件產品或者着住你件產品嘅，亦都可以將呢張圖加入唔同嘅文字啦。呢一個功能已經完整貫穿咗成個銷售對於圖像嘅需求啦。你知香港好多公司其實揾 marketing agency 都只係做張圖嘅啫嘛，咁可以令大家更加清晰。其實 marketing agency 咧唔係幫你做圖噶，應該係要提供策略或者係計劃嘅包裝 production 就留翻俾 AI 做啦。呢個功能令到大家可以做成唔同嘅產品概念圖啦、宣傳海報啦、社交平台嘅 post， 甚至乎攞嚟做一啲廣告影片嘅 storyboard， 然後再用 Veo 3.1係生成影片嘅。而另一個好大嘅改變，亦都係好大嘅更新呢，就係大家都玩得好興奮、好開心嘅圖片裏面加入中文啦。雖然咧唔係100% 穩定，但係而家咧真係可以做到好多有中文字嘅圖片，而且有啲好微細嘅中文字咧，佢亦都係做得好好嘅。之前咧 ChatGPT Image 咧都聲稱佢自己可以打中文，但係我哋都試過啦，啲大嘅中文字咧佢係冇問題㗎，一去到啲細字咧好多時都係錯嘅。咁但係今次 Nano Banana Pro 咧，可能係因為配合咗 Gemini 3.0呢個咁勁嘅 AI 模型啊，佢做出嚟嘅有中文字嘅圖咧，的確係準確好多，所以先至可以玩到嗰啲 AI旅行計劃圖噶嘛。近來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咧亦都有見到好多人喺 Threads 嗰度分享做一啲港式嘅漫畫圖啦，做一啲 WhatsApp 嘅 sticker 啦。而我自己個人最中意咧就係攞嚟做啲教學圖啊，例如咧做一啲光合作用嘅圖啦，咁啊課翻啲學生啊容易啲 understand 啦。另外佢亦都可以咧根據你嘅學習筆記啊或者你工作筆記咧去做一啲 slide 出嚟。你諗下，其實連 PPT 佢都可以做到出嚟噶嘛。咁另外就係兒童故事書啦，或者係將一啲產品、食物等等做成一啲分層圖啊。而且咧最重點一樣嘢咧就係佢指令咧唔再需要好詳細啦。嗱，例如咧我叫佢做一個中文嘅乾炒牛河食譜啦，我就咁打咗一句嘢啫，佢就會自己幫我揾埋資料啦，自己去生成埋嘅。咁一句說話咧就識得做啦，咁啊超級聰明。如果配合埋你提供嘅資料，例如你嘅公司網站啊、產品嘅 PPT 啊呢啲等等咧，你直頭可以叫 AI 幫你出一個完美配合你自己產品嘅一啲圖片嘅。而最後一個重大嘅更新咧，就係佢除咗功能上嘅更新之外咧，佢仲加入咗一個 AI 圖片認證功能，叫做 SynthID。SynthID 係 Google 開發嘅一種數位浮水印嘅技術，佢會將一啲人眼冇辦法發現嘅信號咧
咧放入去 AI 生成嘅內容裏面嘅，咁啊包括啲圖片啊、音訊啊、影片等等。而即使咧你啲圖片啊、影片咧係經過截圖啦、濾鏡啦、壓縮啦或者係色彩調整等等咧，SymFy-ID嘅浮水印仍然有好高嘅機率咧係被偵測到出嚟嘅。咁同傳統咧比較容易啲抹走嘅一啲 metadata 嘅數據咧係好唔同噶。而且咧 Google 今次將 SymFy-ID 呢一個檢測功能融合埋喺 Gemini 嘅 app 入邊，你可以上載一張圖片俾 Gemini 嘅 app 啦，問佢喂，呢張圖係咪用 Google AI 做㗎？ Gemini 咧就會掃描呢張圖裡面咧有冇 SymFy-ID 呢樣嘢啦，而且咧結合翻佢本身呢一啲好強勁嘅推理能力，佢就會話到俾你聽呢一張圖係咪由 AI 去生成或者編輯過㗎啦。點解呢個更新咁緊要呢？可能對於好多普通嘅用戶嚟講，佢覺得關我咩事啊？係咪？但係對於好多機構企業嚟講，內容 compliance 嘅問題呢，佢係完美解決咗嘅。隨住 Deepfake 嘅技術啦，同埋 AI 生成嘅技術越嚟越逼真，傳統嘅驗證手法呢就已經越嚟越冇效㗎啦。而 Google 嘅 SymFy-ID 呢個技術出現啱啱好，佢可以強化咗一啲反欺詐嘅流程，自動呢咁篩查到呢由客戶提供嘅一啲資料圖片係咪真實，亦都可以呢更加符合監管機構對於 AI 透明度嘅要求。如果 Google 將來可以製造一個統一嘅監測技術，監管機構進行審查嘅時候，企業就可以輕易咁證明佢嘅內容係咪真實啦。所以呢個技術咧係普通嘅用戶眼中咧可能冇乜用，但係對於一啲想使用 AI 嘅機構或者企業嚟講咧，佢哋一向最大嘅障礙就係 compliance 同埋 security 呢啲問題。Google 呢個技術有機會可以令到佢哋嘅公司咧更加容易將 AI 嘅技術融入喺佢哋嘅工作裏面。以上就係今次關於 Nano Banana Pro 嘅內容啦，同埋剛剛我都 show 到好多好特別嘅一啲 case 啦。咁以後大家咧無論係做 social media post 或者係網站啲配圖啦，甚至乎攞嚟做影片啊 storyboard 啊呢啲咧都更加容易咧自己處理到啦，而且係唔需要太多嘅技術嘅。我相信跟住落嚟 AI 嘅發展會集中喺應用功能方面，因為咧大部分嘅 AI 模型已經進化到一個非常驚人嘅地步噶啦。好似 Elon Musk 之前都講，其實 AI 已經學晒我哋人類識嘅所有知識噶啦。就好似今次 Gemini 3.0嘅更新咁樣啦，佢配合埋 Nano Banana Pro View 3.1，甚至乎係編程功能等等，佢有咗一個咁強嘅大腦去做 support， 可以更加容易理解我哋人類嘅想法啦，或者我哋嘅意向啦，令到我哋喺使用上可以講少好多專業嘅說話或者專業嘅 prompt 呢一樣嘢，唔需要再浪費時間去學好多好專業嗰啲 prompting 嘅技術啦，從而令到普通人去用一啲 AI 嘅工具嘅時候咧變得更加輕鬆噶。呢個亦都係嚟緊所有 AI 公司行緊嘅方向嚟噶。今日影片裏面我做嘅所有圖咧，我都整合咗入邊嘅 prompt 俾大家去下載噶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免費加入我嘅群組去下載翻啦。群組嘅連結咧，我就放咗喺 info box 下邊。同埋咧，我最近都收到唔少嘅網友咧去查詢，究竟點樣可以用 AI 去做一啲 AI SEO 或者係 GEO 呢啲功能，令到 Google 嘅搜尋器啦或者係 AI 嘅搜尋咧係可以揾到你哋公司嘅資料嘅。咁呢一方面咧，我都製作緊一啲教學噶。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加入我嘅群組先啦。到時係會通知大家喺邊度可以學到呢一個課程噶。唔知大家又用 Nano Banana Pro 做咗啲咩好玩嘅圖片呢？咁啊，好希望大家分享下俾我睇下嘅，因為我覺得係非常之有趣噶。大家如果想繼續睇更加多關於 AI 嘅發展啦，又或者 AI 嘅教學啦，就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免費支持一下我啦。記得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 miss 咗我下次出片啦。今日影片去到呢度，我哋下次見，拜拜。喺呢條影片之後，我想用少少時間講下最近關於大埔鴻福苑發生嘅火災慘劇。當我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呢，見到啲新聞畫面呢，我嘅心情係非常之沉重同埋心痛嘅。想藉住呢個機會向不幸遇難嘅死者致以最深切嘅哀悼，亦都希望佢哋嘅家屬同埋所有受影響嘅住戶呢，能夠節哀順變，保重身體。另外，我亦都要向當日冒住生命危險衝入火場救援嘅消防員、救護員同埋所有嘅醫護團隊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多謝你哋喺最危急嘅時候守護香港市民嘅生命安全。願逝者安息，傷者早日康復。大埔嘅街坊同埋所有香港人都平安。